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国内出现头一个会危害人的禽流感 H9N2 的病毒。农委会防检局昨暉公布，伫咧金门发现有头一个饲鸡场验出 H9N2 禽流感的病毒。嘛，因为这款病毒头一届出现伫咧台湾，防检局嘛特别严格看待，预防性甲4500多只鸡拢总灭掉。目前是还无发现危害其他的食灵动物。防检人员穿规身躯的装备进行禽场鸡仔的扑杀。防检局17证实，金门金陵乡一位红毛土鸡场验出头一个 H9N2 型鸡病原性禽流感。在人身上的话，可能是会造成一个轻微的感冒的症状。那在鸡的身上也许是就比较会不显性的感染。那鸡只的健康状况大致上都还不错。因为这个病毒株捌有危害人的案例，虽然是鸡病原，金门防疫所人员也是用高规格防疫处置进行预防性规个台调，数量是4551只。这管数是讲包括禽场工作人员在内。拢总21个人嘛进行健康追踪。它对人还是属于低危险性啦，扑杀作业都已经完成，所以应该也不至于说有这个目前扩散的一个风险。疾管署进一步说明，目前 H9N2 禽流感病毒株也是家禽危害人的阶段，也无发生人危害人。不过嘛，提醒民众唔通去接触到禽鸟，相关人员嘛爱避免摸家己的目喙片，降低感染的风险。到底病毒是为倒来？防检局表示，这个病毒株的基因序列甲中国2021年、甲2022年家禽环境甲人类的 H9N2 病毒上接近，有可能为中国来。因为离大陆很近，所以它的比对比较相似，又是像福建这附近的病毒株。所以第一个最有可能的，那当然就是候鸟带过来的。防检局表示，会加强边境管制甲采样。疾管署也说明，目前评估 H9N2 病毒株是低危险性，并无发现会危害其他的动物。对金门的鸦片输出暂时未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最近当地欠鸡卵，台中市有里长唔甘毒鸡的时代无卵通好食，就发起送鸡卵的活动。也若讲到民众烧钱买卵的情形是无减少，伫台北的农会卵一个补货尔，要来买的民众排队是排甲落长。农委会强调讲，即马已经有为8个国家专案进口来买卵，而且会直接送去超市，一盒是卖65块。也若咱国内鸡卵的产能，按算伫咧5月中就会恢复稳定。工作人员甲6条鸡卵发送给民众，也有人早下晡内底，台中北屯陈平里办公室再去限时送卵，以低收入户优先。里长讲欠卵地区里内的毒鸡长辈无卵通食，伊才唔甘，就找几个业者做伙买卵赠送。老人家想吃个蛋这么辛苦，不然我们一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来帮他完成这个梦想。食鸡卵变做里长口中的梦想。台北市各大农会伫第一线爱承接民众想要买卵着急的心情。有一晚农会鸡卵一个补货，民众排队就排几落百公尺。也有农会因为保证民众开时间排队，改用订的。不过要订的时阵，有当时爱有较侪耐心。我现在想要预约那预约的要等多久才会有？大概要等2个月。等2个月后才拿得到蛋就对了。理想状态下啦。世界欠卵农委会唔若紧急专案进口买国家鸡卵，搁头一届直送超市吸收价差，以一盒65块的冰鸡卵买抢救通路欠卵，注意蛋结中无解愿意承担的本意。这个表示5月中国内产能就会当回稳。现在至少有3100万头的母鸡，我们期待到5月中旬会回到3400万只，产能就会陆续回到稳定的水准。上新产销资讯显示，卵鸡数量一直减少，这礼拜有较侪一数比顶礼拜增加45万只。农委会预测，后养国家天气回温，数量应该会搁增加。不过，禽流感也是对卵鸡后养带来潜在威胁。16屏东里港卵鸡场确诊 H5N1 已经抬13000多只，农委会呼吁农民持续加强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洪都拉斯总统宣布，按算要甲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总统拜登的美洲事务特别顾问多德，即马已经去中美洲，17至21日会去访问巴拿马甲洪都拉斯。
咱来看联合报。立法院6年前三读通过公职人员年资合并社团专职人员年资计发体力给付处理条例。过去党职合并公职，加起来领的退休金，新法即嘛要求爱重新来计算，而且甲加领的搁套转来。不过有法官认为讲安尼有违宪的疑虑，声称失宪。若宪法法庭为着要改正防破坏的公职人员退休法制，落实转型正义，要求判有下宪法。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消保处抽查20件市面上有食物纤维成分的餐具，其中有4件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质甲醛，包括咖啡连锁店的顺宽杯、便利商店卖便利盘等等，这些产品目前市场已经落架啊。再来，咱来看猪仔当伫咧食的饲料，即马进口的价销是愈来愈贵，再来嘛连带是影响猪肉价销长咧起。而且受到来清明、甲5日节，猪肉的需求量嘛会增加。后礼拜开始，肉点的价销一斤可能会起10块，唔来起嘛烦恼数量会无够。中央畜产会希望协调肉品市场，伫清明会当统一休市3天，来小透市场供应的压力。不过，市地的农民认为讲休市是要压价销，希望爱互市场的机制家己去运作。消费者猪肉打前经部为则交由头家切适当的大小。最近进口饲料的价销一直真贵，有关饲猪的成本，一寡小型养猪户因为安尼放弃饲养，也互猪肉的价销一直要起。即马有啊，拢卖170啊，180岁啦，饲料也贵啊，人家养猪的说饲料蛮贵的。成本悬造成减产，后续清明5日节要到啊，猪肉需求量会增加。单商预估后礼拜开始，每台斤猪肉可能会起10块左右，消费者敢来当无奈接受。嘛就爱吃，也不是每天都吃啊。哦。对啊，有时候吃鱼，有时候吃别的啊。除了猪肉价销要起，毛猪价销同款真悬。中央畜产会17早起甲产业团体开会研究，希望清明节各肉品市场统一休市3天，有助疏解后续供应压力，减少价销价的波动。不过猪农仍然有困难。目前看到的猪价还不错，可能在80几块到90块左右，但是我们成本也是在80块以上。所以这1-2年来，确实是养猪产业也是在惨淡经营的。养猪协会表示，热天猪仔成长较慢，供应量减少，毛猪每公斤价销预估5日节前可能起到90外块。不过因为成本甲猪仔损失风险嘛悬，猪农实际利润有限。希望政府莫干那看到消费者对物价的疑虑，也当考虑猪农的困难，让市场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为4月初1开始，电钱是确定要起啊，平均是起11%。不过，客家用的电若是伫咧700度以下，还佫有细间的店头用电伫咧1500度以下是袂起着。民生的用电若是用伫咧701度至1000度是会起3%，细间的店头用电伫咧1500度至3000度嘛是起3%。若是工业用电的部分，若是用电大户是会起到17%。4月电价调整方案总算定案，电价调整了后，平均单价为每度2.806块，调升为每度3.115块，调整的幅度是11%，为4月初1开始实施。不能对民生的冲击太大，又要能够兼顾到我们讲的那个节电的效果。那去年我们用在1000度的时候，这个样的节电效果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往下调一个级距，然后看看这个节电的情形是如何。4月电价调整方向拢总分做主体商业甲工业3大部分。民生用电伫700度以下有1231万户无调整，701度至1000度起3%，1001度以上起1%。为着无影响物价，即届小商店用电量伫1500度以下，差不多有76万户无起；1501度至3000度起3%，3001度以上起5%。高压低高压用电大户电价起17%。内需微中型企业起10%，若是去年下半年用电衰退超过1%，电价起价幅度减1半。农企业学校拢无起。4月电价调整对面包店这些小店面来讲，虽然调整幅度无大，不过逐工开门营业所需要的航商，也有电磁炉这些生产工具，所变做开钱的工具。现烤面包店全都用全电设备，电烤箱、电烘焙箱、电冰箱、冷气都是电，所以它今天不管涨了10%、15%，哇，就整个成本就上涨的意思。不要一次调到顶了，就是说
能够分批缓慢的来调整，税的部分可以减少，还是说它可以补助它什么样的一个费用？是为电价调悬，针对产业高压以上的用电，大幅度调悬15%至20%。工总发声明表达遗憾，认为无法度达到全民省电的效果。只是电价调悬，恐惊会个影响物价搁再起，对劳工就业的稳定也带来不利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接着，咱来看国际消息。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对罗西亚总统普廷，也有罗西亚负责移动权益的官员发布逮捕令，指控因犯战争罪。针对这点，罗西亚是回应讲，因无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也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讲，这是历史性的决定，而且实际去向非法转移的乌克兰囡仔，可能是比记录到的要搁较济。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17日对俄罗斯总统普廷甲俄罗斯移动权益专员发出逮捕令，指控两人涉嫌非法转移乌克兰囡仔到俄国，犯战争罪。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as issued 2 warrants of arrest in the Ukraine situation for Vladimir Putin,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for Maria Lvova-Belova. 这是国际刑事法庭对侵乌战争的第一份逮捕令。目前有114个成员国，这代表普廷若去这个国家，执法人员随时都应将抓起来。俄国回应无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民众也不认同这份逮捕令。Вы вс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любой президент имее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Его нельзя ни арестовать, ни посадить в тюрьму, если на то не будет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внутренн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ов. 乌克兰民众是表示欢迎，不过也质疑普廷无够可能遭到逮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做出历史性决定，让恐怖主义国家元首和官员对战争罪负责。У кримінальних провадженнях, які розслідуються нашими правоохоронцями, вже зафіксовано понад 16 тисяч випадків примусової депортації окупантам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дітей. Але реальне повне число депортованих може бути значно більше. 联合国无评论国际刑事法院决定，强调专注解决目前冲突问题。后面俄罗斯支持这份逮捕令，佮继续支持调查。英国副首相拉布也认为这是历史时刻，会甲国际社会斗阵支持。不过专家认为，逮捕令虽然对受害者甲俄国反对派人士发出强烈信号，不过在现实上，恐惊无法度发生上过大改变。公司新闻陈伟仁评论。在2月底的时阵，希腊发生一个火车烧农的事故，迄当阵造成57个人不幸过往。即嘛有几个城市出现抗议的行动，要求政府都要重视铁路的安全。16日，首都雅典都有25000人发动示威，引起冲突。有真侪工会嘛启动24点钟的罢工。另外，在美国16日嘛传出有一架载货火车败马事故，至少5000加仑的柴油是总流出来。少年人点到汽油弹，也对警方献石头。警队是以催泪弹来回击。2月底，希腊发生严重火车烧农事故，政府管理不当，引发民众继续示威。16日，首都雅典就超过25000人行上街头抗议。所以工会发动24小时罢工，要让交通甲行政系统拢无法度运作。这个行动是拖到军内城市。Δεν πρόκειται να αφήσουμε αυτό το έγκλημα να ξεχαστεί ούτε να συγκαλυφθεί μέχρι να δικαιωθούν τα αιτήματα όλης της νεολαίας, όλων των φοιτητών, όλου του λαού. 火车事故发生原因是2台对向列车受到错误指示，进入同一条铁轨路烧农，造成57人来死亡，其中有真侪准备入去学校开学的少年人。民众对着铁路系统无法度提供充足的安全设施感觉不满，也抨击政府长久以来拢无重视问题。当局是表示，铁路系统会伫5月内恢复运作，会增加卡手监控一个安全的状况。Δεν παίρνει κανένα μέτρο ούτε για τις ασφαλείς συγκοινωνίες, ούτε για την υγεία, ούτε για την εκπαίδευση, ούτε για τίποτε. Αυτό που επιδιώκει είναι να διαλύσει τις ζωές των ανθρώπων, να μας καταστήσει προσωπικά υπεύθυνους για όλα. 美国华盛顿州16日有一台客运火车落马，造成5000加仑的汽油外泄。华盛顿州政府解释，有柴油流泻伫爆发顶面，即阵无迹象显示会对水源甲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不过，美国最近已经发生侪站列车落马事故，包含这台柴油外泄的列车。
甲另外一台早前伫阿里松立州落马列车，拢是由圣塔菲铁路公司营运。进前有列车并且造成有多个物质外泄，互美国铁路安全议题搁再受到关心甲注意。国际新闻杨间编译。镜头倒来看咱国内，为着对抗可患，中央伫咧高滨溪溪边挖50口的水井，其中有28口是伫咧屏东。不过，屏东县认为讲，水利署要挖进前拢无先通知，就已经先挖11口，而且这水是要送去互高雄用的，真正是真无尊重在地。拢搭闭起的湖底，连鱼拢无法生存。这个高雄半屏山脚的半屏湖，水源来自落雨，拢无落雨，真是可患的所在。水利署南水局为了疏解高雄的用水，要对屏东的科技园区抽地下水送到高雄。中央可患计划也规划伫高屏溪沿岸交挖50口的水井，其中28口伫屏东。挖落了后，有加要支援高雄，但阁互屏东县长真生气，指控南水局伫15日天无通知就去挖当地11口的地下水井。水情的资讯公开，施工的资讯公开，也能够减少相关的乡亲的疑虑跟抗争。任何给予我们资源协助了，我们表达诚挚的感谢啊，非常谢谢周遭各县市大家互相的帮忙。17下晡来高雄参加2023南方地理平台首场会议的屏东县长周春美强调，屏东灌溉用水大部分挖靠地下水，不得不捍卫乡亲的权益。水利署也决议先停工。抗旱是非常紧急的，但是我们会好好的跟地方做好相关的沟通。水情也针对这场会议第一讨论重点，嘉义以南的地方首长出席，参详安怎来看管市合作。也过主办的高雄市水情无乐观，月底停课恐惊转做感冒式停课，游泳池、洗车业者用水大户拢会减量来供水，让大家节约用水。再来，如果说真的会影响到一些水量的应用或是游泳池的经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配合政府的政策。游泳池业者指出，若水情更加歹，爱缩地营业时间也是会配合，除了提醒人客节约用水，馆内也设置溢流水回收的装置，一天大约节省15%用水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进口澳洲龙虾了后，去年9月份至11月份的期间，有部分的人士无向台湾的海关申报，为马祖偷偷啊甲活龙虾外销去中国。财政部关务署甲海巡署拢总查到58000外斤的龙虾，8000外公斤的龙虾，发新台票9800多万，这是马祖地区历史上发上界重的金额。关务署表示，民国111年9月份至11月份的期间，有部分人士无向海关申报，为马祖偷偷啊甲活龙虾走私去中国，有甲33届。这时阵啊，为非通商的港口走私龙虾去中国，却是讲白贼讲是要载去离岛的离岛。透过雷达的判图，发现这时阵啊，甲货载去中国，倒来的时阵船仔顶已经无货啊。涉案的这5个人移送基隆关，罚9861万元，这嘛是马祖历史上上界悬的财罚金额。伫高雄的第2监狱，即马标出内部的管理人员洪用钱拍通关系，协助关伫咧监狱内底涉嫌非法借钱41亿的益延富集团总裁周瑞庆，违法对外传达资讯。桥头地检署进前嘛有接到情报，昨昏对第2监狱发动搜查，而且传监所主任管理员甲周瑞庆因朋友来问话。想要甲高雄第2监狱收容人会面的亲友，拢需要伫家属服务中心头前等待。养护保护协会15讲，正收容伫第2监狱内底亿万富集团总裁周瑞庆，涉嫌委托管理人员违法对外传递录音笔，也是批件等。桥头地检署17日发动搜查第2监狱这个所在。目前是没有接到，我们机关里面有接到说有被检举，有什么不法情事啊？大概，但是只有提到说。他是不是想要利用那个外衣的时候到外面就医的时候做脱逃？那目前我们查证的结果是没有这个事实。根据了解，周瑞庆经由亿万富集团非法吸收41亿元，涉违反银行法。2018年9月毕业了后，关押到即阵，去年高雄高分院经1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扣罚金4亿5000万块。最高法院进前就业判刑维持经1审判决，只是就没收犯罪所得部分撤销发回更审，和周瑞庆的移交高雄监狱来服刑。将近3年多以来，他一共接见的次数有1498次，包括律师接见。
好，所以他与外界的那个沟通管道实际上是畅通的。第二家甲澄清，周水庆进前是被告的身份，每家拢会使接见，对外沟通本来就畅通，无协会所讲的有害的状况。而桥头地检署是发声明表示，已经传唤检署4、5个主任管理员周水庆甲伊3个朋友，要积极来追查，查出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国军应该是毋捌甲女性的官兵列入去教调的名单内底。不过国防部已经宣布，今年头一届调入女性后备军人第一梯会伫咧5月份入营。因若第2季甲第3季女性受到教调的总人数有220个人，进行具制度5天至7天的教调。因若训练课程嘛会比较男性。即嘛有体的军官女官兵肯定国军的改革。不过嘛，烦恼讲入去教调，煞无法度分配去原地的专长来复训，训练可能会较无效果。两化的情势真紧张，国军是继续在建军备战。女性官兵同款是保家卫国的重要角色。女性在职业军人内面是占14%，人数超过25000个。但是国军过去毋捌叫女性来调训，国防部宣布今年第一摆请女性后备军人来调训。那么第一梯会落在第2季，也就是5月6号到12号来实施。计划召集的人数是68人。那么第2梯则落在第3季。计划招训的人数是152个人，那么不论是男性或者是女性的召招员，都会依照他的专长职务来共同接受行军、射击跟战斗教练等等课程。国防部讲，这摆试办女性的调训是用自愿报名的，受调总人数是220个。外界关心的训练课程是比较男性的调员，足够做5天到7天的调训，而且含心济同款，直接用战术的位去训练，会当帮助战争的时阵随动员。国军强调，受调人员会照因的专长去接受战机复训。这摆有参加调训，过去是做驻通电军退伍4年的考验，就讲，这摆全台湾加起来敢若5个单位，敢会当做专长去分配。女性本来在军队里面，像我自己受过的训练，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不知道说到底他们一开始的顾虑是什么？是找不到寝室给女生睡吗？你到底要我这个士官回去受那个步枪兵的训练的意义是？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必须要去重新检视一下后备军人到底对于整个国防部的意义是什么。可能讲早都应该让女性来参加调训，以肯定国军这种对性别平权的改革，嘛希望训练的强度要比较男性。教招没有把他们纳入，那未来在后备战力上会形成一个漏洞，也就是说这一块的人力资源没有办法经常回来受训。女性也男性的也当同等待遇可以参与的话，其实只要他们愿意回来教招，都乐观其成。调查伫比拢讲安尼做会当来补欠后备战力的部分。廖婉如讲，国军伫收件应下了后，就会当增加女性调训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真侪城市拢会伫咧公共空间放装置艺术。伫澳洲人口真侪都市雪梨市中心有真侪艺术展览品，当地政府就规定讲，若是总经费超过1000万澳洲票的建设开发案，拢爱设艺术空间。到当时已经累积250多件展览品，伫咧街头巷尾、月头就看会到，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今日去雪梨的市中心麦考瑞公园，几大只青铜色的鸟仔雕塑，会当伫咧这有名的历史地标的南港顶悬椅仔下骹，也是水池边。雪梨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有藏真侪艺术作品。2007年，当局是成立公共艺术咨询小组，替城市的公共艺术计划提供指导和建议，嘛规定任何总经费是超过1000万澳洲钱的建设案，拢爱包括公共艺术空间。这多年来，规个城市已经有250多件的展览品。行伫雪梨的街仔路，就敢若行伫美術館內面。It's free, it's accessible, and the one thing that it does, it sometimes arrests your daily life. I think art is therapeutic. No, it helps people relax. 有一个大楼建筑设置的艺术品，甚至大受欢迎，正做成观光客的景点。亲像 Angle Place 的顶悬吊的这110个空的鸟笼啊，和声控组成的红白吉利的歌曲，都是一个。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